请收看《花开正红时》，花红花正圆。花蕊要开等春天，又想百花满满是。南风吹来清凉味，乌蝶伴花笑咪咪。恋爱的花蕊可爱粉红像芳hen娇美，约束心爱的人吐出爱情诗。你我伴相随，永远不分离，永远也是糖蜜甜，真心真爱给连你。等春天，吐出爱情诗。花蕊要开等春天，又想百花满满是。南风吹来清凉味，乌蝶伴花笑咪咪。恋爱的花蕊可爱粉红像芳hen娇美，约束心爱的人吐出爱情诗。你我伴相随，永远不分离，永远也是糖蜜甜，真心真爱给连你。老丁啊，哎呦，老丁啊，起来，甲参考看卖。这泡哦，人介绍的啦，讲这味若食着讲100重的，对身体足好，甲试看嘛，吼。哦，哎呦呀，还佫遮古水哦，啊，当时啊哪有这？你莫互阮寄噻，这是我要互阮寄清水。我真无机会啊请，已经无机会通请。是的啦，我毋是超工要摸恁囝的衫啦，我是讲，啊囡仔无去都无去啊，啊看你咧看这个衫哦，加看加艰苦的啦，莫甲看，想较贵的吼。你讲安尼啊简单，你家己袂死，你敢知影做丈母的是几个痛苦？我就是知影你艰苦，暗早超故意要来安慰你，你若要讲话安尼刺激我。我哪有刺激？你家己又袂死，你惊人讲哦，你本来就袂死啊，袂死啦，你袂死啦！宝丁啊，你嘛甲差不多，啊你明仔春花也袂死，伊会艰苦，你搁要讲？莫讲你讲，啊伊袂死啥呐？伊袂死的艰苦，根本我老爹我都袂艰苦是。啊叫你莫讲，你搁要讲？我干那要讲？伊袂死，你哦，你愈讲我愈毋习惯啦。若无甲你修理者吼，你就毋知天地有几斤重啊？公营啊，你为什么自己教训我？我甲你讲啦，我逐项代志拢让你啦，啊毋过你若欺负春花啊吼，我这个客小弟无要帮你煞啦。客小弟，我看是客兄。宝丁啊，哎呦，啊你哪会讲话愈讲做愈歹听啦？这是偌歹听。你若是甲你有暧昧关系，谁若看咱赶就赶袂走，4、5点食，白见小倒口袋，白见上，白见小丁啊！你这支嘴真正有够毒的呢，哦，无怪啦，啊袂嫁就无人爱啦，互人骗了，搁闹体啦，但是嘛，花骹半次嘛吼，袂顶当啊，应该啦，报应啦。公营啊，哦，你甲我出去，你甲我出去，出去！莫来我赶到你，你倒口袋，出去！莫安尼啦，出去！我本来就歹管着你这个人啦，我本来就要走啊啦。走，你还走？走啦！走！莫安尼啦，你莫敢走，你莫走，我就走，药还袂吃啦，你莫安尼敢出去？我莫个走，安尼啦，走，我叫你走就走，走！
是无走袂用的哦。你莫坑我啦！我这摆若无走吼，真正会落人的嘴尾，讲我硬要顾你啦。啊，你就知影保丁仔的个性啊，伊就想到倒位讲到倒位，啊，无歹意的啊啦。无歹意，愈讲愈歹听啦。袂输甲咱两个吼，真正有啥物暧昧啦？但即摆伊身躯就变甲安尼啊，嘛是足可怜的啊。伊爱讲啥就互伊讲啥，莫甲伊计较，较让伊一个敢袂用的。你是要让伊偌久啦？你风台哦，袂输甲风台阿嬷共款啦。人袂甲你感谢啦，啊，甲你当做查某囝啦，花起花落爱妈大妈啦。即款的小姑，你甲照顾有啥物路用啦？春花啊，我讲你哦，日头赤爷爷虽然顾性命啦，趁早为你的将来拍算。啊，你若讲即款话啦，即马保丁仔即个性命，啊，我若无插伊，啊，伊是要安怎？我有喙讲我无烂啦，爱插你家己去插啦，我要插你啦啦。哎，是要去倒啦？对啊，知啦。你家己爱保重呢。你嘛爱保重哦。好啦。姐啊！恁倒来啊？拜托的，你想啥物代志？失神失神啊！无啦，我是咧想，无啥物啦。你莫遐假啊啦！你伫咧想吼，俊男啥都无来上班对无？你失恋啊！拢是恁姐害的啦！以前吼伊嫁有文化，俊男差一点仔去跳海，啊，即摆吼佫要嫁有别人，你是存心吼，我有俊男好过哟。啊，即摆吼头路才稳定尔啦，俊男吼振作无偌久，俊男吼若出啥物代志哦，我袂放恁姐煞啦。我嘛毋知影，是阮姐哪变甲安尼？莫讲你想袂到，我遮巧吼，我嘛想袂到。我转来一转。哎，丽玲啊，你免去啊，俊男袂听你的啦。心病爱心药医呢，即摆心药找无啊啦，俊男惨啊！你到底是伫咧想啥？俊男，我知影我即摆讲啥物，你拢听袂落去。也毋过看你安尼，我若是无可劝你，我的心内会足艰苦的。秀萍已结婚啊，已经是别人的某啊，你搁艰苦嘛无路用啊。敢讲你想要为伊红婿的身躯边将伊抢转来？无毋对，我就是要安尼做。伊这张批是按头远寄来，我要去找伊，我毋相信我找袂到伊。俊男，秀萍有伊家己的生活，伊伫咧批内面嘛写得真清楚，伊无希望任何人去搅扰伊即马安定的日子啊！你莫去伤害伊，好无？你是安怎无爱互伊去过伊家己的日子咧？你袂用遐尔自私，敢若想着你家己，你应该徛伫秀萍的立场，替伊加受挂啊！对，我自私，我敢若会晓替我家己想。我的个性无稳定，我冲动，你会用莫吵我？你走啦！你叫我走，你爱我离开？对，你离开，啥物拢莫讲啊！
你离开。准啊，我毋是伫咧可怜你、同情你，我是伫咧关心你。我拜托你，你莫安尼折磨你家己啊！你将秋萍放我袂记好无？我无可能甲伊放袂记你啦！你莫搁讲着我甲秋萍的代志，你莫搁讲啊啦！好，我会莫讲的。要毋过我会记得我甲你讲过，爱情是牺牲，毋是占有。你若是真心地爱秋萍，你就应该好好照顾伊，无应该去伤害伊。讲讲我对秋萍感情的态度心得。丽玲，丽玲，你要动？我要离开这，我不爱甲你这款人斗阵生活。丽玲啊，不过遐尼济代志了后，真无简单，才阁振作起来。我本来也阁当作会当好好啊生活，会当有真好的前途。想要到你阁为着秋萍的代志，你又阁变甲安尼。你不但要去伤害秋萍，你嘛要去伤害着我。我敢有需要为你这款人浪费我的时间，甲我的感情呢？我敢讲对。本来我对你还阁抱有希望，我希望咱两个会当有将来。结果，伫你的心目中，我一点仔地位拢无，我老的还阁有啥物意义呢？丽玲，丽玲，我承认我头拄讲话，我你真失望。也毋过咱是遮尔好的朋友，你遮尔好的朋友，你是安怎无爱我？咱是遮尔好的兄妹吗？真是的，我不需要你这个阿兄。丽玲，丽玲，丽玲，你莫走啦！你啥人要离开啦？家己回来，紧的啦！放手啦！伊要走就会走，你嘛同款啊！恁大家拢离开我，亲像我的爸母同款，拢莫吵我。这就是咱做五年的悲哀啦。出细汉，得袂到爸母的爱，唔知影安怎爱别人，也袂晓珍惜别人对咱的爱。恁又回来啦！你莫搁讲，你莫搁讲，你大个，你较清洁好无？就已经嫁别人啊，伊无爱你。莫搁讲啊啦！对你好，伊是关心你照顾伊人是个人啦，你上爱上亲的嘛是个人啦。伊若走啊，你一世人吼，拢袂原谅你家己啦。甲你比，我阁差真远咧。我有一个有钱的爸爸，啊你咧，你啥物拢无啊？也毋过你认真打拼，想要去帮助遐个囡仔，所以你比我阁较了不起，敢毋是咧？你讲你会好好振作，结果咧，你是安怎阁要安尼糟蹋你家己啦？这是阮家的代志，甲你啥物地代啊？出去！今仔日你若是无爱清醒，我是袂出去。给我出去！公准啊，你看你气你啦！公准啊，你莫安尼啦！公准啊！口口的，心较袂疼。丽玲啊，多谢你。你啥都会甲我说多谢。我知影你会走去找黄董，拢想着我。你免甲我说多谢啦，迄是我甘愿的。大个，丽玲，丽玲，
是我要离开俊男，是安怎会这么心痛，这么不甘？丽玲，丽玲。丽玲，莫走好无？咱两个人袂当搁再受到任何伤害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倾诉，予我有一个爱。泪要开等春天，忧伤百花满满心。
我力量，互我会当支持甲志强考到大学，会当支持甲准人和丽玲完婚。阿爸，阿母，我求你。大块的吼，走都好走去。啊，你吼嘛唔通安尼遐尔伤心啦，你搁较伤心，伊嘛袂倒转来啦。咱着爱想较开咧。知啦，我毋是伤心啦，像你莫看公营的一箍安尼遮大箍饼吼，伊是孤儿呢，啊，都拢无亲无情，哪有倒位通啊去啦？所以毋知足袂放心的咧。哎哟，咱家己都安尼伫咧弄练扭练啊啦，啊，你管遐尔济是要创啥的啦？互伊家己一个人吼，安尼出去安尼流浪一阵嘛也好啦。到时吼，伊若看袂起吼，伊就搁连回转来啊。啊对啦，我吼迄边得猪肝吼，啊你才先煮互即个保丁仔食下。保丁啊！保丁啊！哎呦，你人是走去地啦，保丁啊！是安怎？啊，保丁啊，无看人。哎呦，哎呦，安尼，妈我哩啊！啊，你嘛无看啦。哎呀啦，伊敢有可能家己走出去？敢无可能？袂啊！你慢慢咱行，我来找。你别找，我嘛要来去啦。行路一个忝哦，再去想着我咧大块的，我咧大块哦，实在足好用教的啦，足得人听的。啊，我是安怎哪会要甲伊搭啦？人呢？失去的我感谢天地倾诉，予我有一个爱你的伊，要开等春天，忧愁百花满满心。人呢？救人啊！你救我吧！你救我吧！我要救保丁，我要来救保丁。保丁啊，已经无代志，已经救倒来啦，即马当咧休困啦。真公营的，啊你哪会倒来咧遮啦？啊，都公路叫个车一个开，
你徛伫咧车头，车开愈远，我看你愈看愈细身，心肝头愈看愈唔甘啦。你人遮细身，是要咱搭这个重担，我想着安尼吼，唔才环岛路车倒转来。我听讲你去断崖吼找宝丁仔，我听着到地吼，我3步做2步安尼甲冲来啦。看到你安尼就要跋落的时阵哦，我赶紧甲你救转来啦。原来我和宝丁仔是你救阮的哦。真感恩的。安尼，面前唔着我的救命恩人啦吼。起讲，甲我叫到遮大，什么救命恩情人？吼，那安尼哦，我真正就真公平啊啦！无啦，我是你嘛敲一杯茶，我就要走啊啦。你讲啥？你要下一个茶啊，就要走哦？无啦，无卖敲，我来走啦。袂啦，无啦，我走啦。你袂你走的啦。啊，是安怎袂个走？我吼是专工要来甲你说多谢，你救阮宝丁仔吼一条性命。哦，安尼哦，我有听到啦，我会使走啊啦。袂你走的，我讲袂你走，袂你走，你这个，哎呦！气死我！你爱甲我大咧？哈？你讲我会使大咧哦？你讲的哦？对啊。啊那安尼吼，你也莫甲我欺负呢，吼。除非我会使大落安尼。真好。啊，即摆宝丁仔有较好无？啊对啦。不要紧啦，小可受伤尔啦。啊，毋过吼，心情吼足歹的啦。我咧有喙吼讲啊无烂吼，甲伊口勸，伊拢安尼听袂入耳啦，佮甲我赶出来咧。安尼哦。安尼我来甲看卖。哎呦，春花啊，唔通啦！我看吼，你唔好去啦。啊，宝丁仔哦，伊即个心情遐尼歹伫咧啊，啊，伊性地哦，佮烦啦。毋拄好你若去哦，伊就对你哦无客气啦，你唔好去啦。安尼我愈是爱来甲开破互伊听啦。伊即马安尼烦啊，逐工乌白想。咱若目一个年又搁无看的人，咱就替伊烦恼规世人了。哦，我知影安怎做啦，安尼你咧烦恼。好啦。你著较忍耐咧。伊若欺负你，你著吼较忍耐咧。好，啊，行好啊，哦。较注意呢。你毋是讲要下茶？哎呀，非常感谢你个泡茶互我啉。无咯，迄是你爱泡我啉的呢。啥？我爱泡茶互你啉哦？耶！啊，这明明就是叫我倒来做奴才的嘛。因哪会安尼讲啊？来，come on。贝贝，你若讲我肥肥？无啦，我毋是讲肥肥啦，贝贝就是宝贝。哎呦，你讲我宝贝啊？ Yes。歹势呢。宝丁啊，出去！宝丁啊，我叫你出去，无听啊！宝丁啊，咱两个人拄则足危险的，会当捡性命倒转来，迄是足万幸的代志，天公伯也有保庇的。爱忍受，爸母怀胎19个甲咱生落来，毋着爱惜家己身体，毋则对。 我这一身的身体，袂惊袂走，全部拢死啊！你阿家无要死啊！你叫我要创啥？你叫我要创啥？你若把规矩放互我去死，你敢骗我？放我要走，你敢叫我死啦？敢叫我安啦？不死啦！安怎？你想要跑啊？到底我嘛无想要跑，要跑你跑啊！要跑你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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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没有？跑没有？跑没有？ 你是要听嘴毋听嘴啦？我知影啦，你即马对家己足怨叹，啊，毋过你嘛爱替下做想看卖。我是安怎逐工安尼拼死拼活拼生死去甲你救，哈？即马是家己安尼切到规身躯全伤啦。你若讲嘛足听你啊，逐工敢若风台走马安尼咧风台你，逐个遐尼疼惜你，颠倒你家己啦，一点仔都无爱惜你家己，规日干那想要死安自暴自弃。 你若安尼，是毋是拢对不起阮遮所有疼惜你的人，哈？我知影啦，知迄那个代志啊，是对你伤害足大的。
也毋过你有该想看卖无？为着一个已经无爱你的查甫人，你甲伊安尼要死要活，啊你敢有路用是无？伊会去了解你的心肝内无？伊会同情你无？伊捌为你流过一滴目屎无？啊！你今仔日吼，若愈是安尼，是艰苦到才会对你伤心的人尔啦。讲我求你，你唔莫讲，你莫讲，莫讲好不好？我求你好无？莫讲在意，你莫讲，你莫讲。我知，无定啊，阿嫂毋是超工讲的。我知，无定的。在意若无爱你，也毋过也阁有阮逐个爱你啊。这个世间上，毋是干那爱情尔啦，也阁有亲情。你若咧心情艰苦的时阵，你著甲想，你还阁有阿姑，还阁有上疼你的阿兄，还阁有阿嫂伫的。无论啥物情形，阮会踮身边支持你。人我爱人不要紧，咱家己爱家己。你都爱先爱家己，毋才有才调叫别人来爱你，知无？无定的。要有厝内的人爱你啊！你臭查甫，咱莫爱伊啦，知无？失去的我，感谢天地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泪要开等春天，忧愁百花满满心。你哪会爱啉茶？因为阮舅甲讲过，这茶是辛苦才会变甘，人生嘛同款啊，爱先食苦，以后的人生才会甘甜美丽。无过查某囡仔吼，拢爱食甘酸甜啦，因为就亲像爱情的滋味同款啊，酸甘甜啊，酸甘甜。爱情甲地米同款啦，这滚水若要冲落哦，就毋知影伊的色水有水无。若是无啉，就毋知影伊的气味安怎。无，我若是新茶，手边就是旧茶，毋知影新茶较合你的口味，还是旧茶较互你怀念。对了，咱毋是已经讲过，以后莫搁讲着伊。你太无了解查某囡仔啦，所有的查某囡仔拢共款，希望伫咧伊所爱的人的生活中是上重要的。好啦，那安尼，你想要听真话还是假话？假话，真话定定拢会伤人。其实哦，一个我希望你莫走迄天开始，我就甲我家己讲，讲我这世人绝对袂当甲你讲白臭话。即摆我若是甲你讲，我已经甲树林放袂记，迄是我甲你讲白臭。丽丽，你爱互我一点仔时间，互我慢慢甲树林放袂记，好无？过去你甲手边的感情遐尔深，你敢有法度来放过去？有，为着你啊，我会甲我甲秋萍过去的代志拢放袂记，专心对待你。真是嘞。真是嘞。啊，你若无去第二上班啊？我今日请假，有重要代志是毋？我来请假。我无想要上班啦，所以请假。哦，啊你是安怎会安尼飞到这一步纸啦？无啦，无咯，
你订报纸要找秋萍啊？文华啊，你哪遮尔讲遮尔讨债啦？当秋萍都已经嫁别人啊，你哪着搁订报纸咧找伊啦？阿母，秋萍虽然寄相片我，毋过伊无甲我讲伊住喺啥物所在，我感觉吼，这内底一定有问题，我一定要甲伊找出来，问个清楚啦。就算讲秋萍嫁人有问题，这个甲你无关系啊，你嘛袂记的呢？你两个已经离婚啊，伊是好是歹，迄是伊的代志啦。阿爸，秋萍甲我离婚，这完全是你逼伊，毋是我的意思啦。我只世人永远就认定秋萍是我的某啦。你这个囡仔哪会讲袂翻车哈？你敢知影秋萍从头至尾根本就无咧爱你，伊只不过是利用你咧打击蔡明雄，这种查某，够值得你为伊安尼做哈？文华，人个高俊男知影讲秋萍伊嫁人，你着看破去娶丽玲，也你咧，男子汉嘛，什么代志爱看较开咧？我毋是，我做袂到，我这世人永远都无法度将秋萍放回去。你敢听好几句啦？一句也无法度放袂记的，两句也无法度放袂记的。无啊，你是去食到秋萍付我水上，无是安怎你人对伊袂死心啦？秋萍啊，你今日哪无去上班啊？工就要打电话，哎呦，秋萍啊，你是安怎啦？那困在涂骹啦？起，哎呦，来起来。秋萍。哎呦，我无代志，你规个死死混混咯，要来又来，我带你看医生。无紧啊，我爱上班啦。哎呦，那是咧上什么班啊？我看吼，先老医生看啦，行啦。袂用的啦，行啦，来，快。秋萍，哪会走来遮？秋萍啊，我有啊，咱来看医生。秋萍现在面色歹干呢。洪小姐，照这种情形看来，一定要办大医，做一摆彻底检查。医生，我家己病，我家己知影啦。麻烦你开一寡消炎止痛的药互我等下厝食海困就好啊。照你的病的情形看起来，你可能是胃癌，一定要大医彻底检查，好好治疗，病才会好起来。要紧啦，医生，你开一寡药互我后摆来再办大医的代志。既然你个安尼讲啊，无我去用开寡药互你啦。医生啊，我个查囡仔面色无歹甲真严重哦。系啊，伊的病吼可能是胃癌啊，搁摆带医检查。哎。多谢大家支持我做总经理。为今仔日开始，我一定好好打拼，互咱的公司愈来愈好。来，干杯！我听啊！来，祝恁大家恭喜！恭喜！哎，真啊！哇，大股东，来，饮酒。来，丽玲，
即要恭喜你阿爸的公司能顺利经营。无话，我应该感谢你啊！若毋是你哦，咱哪会当有今仔日啦？迄是你会晓经营啦，毋才有今日即个场面。无那无话，若无你斗相共，我哪有今仔日？只要你好经营，就算是对我的报答啊。为着丽玲，我一定会多谢。来，恭喜！哎，这，来，搁停嘞啊！哎，喂，食果子啊！来，我顶你啦！来，我打。你豆啉啦，莫啉醉哦。还搁停落啦！这个场面，手边若伫咧食，一定会真欢喜。秋萍啊，毋是叫文华做小奶奶，哪会住伫即种所在？车衫，哎，哪只落魄？讲到落魄，我家己比人较落魄，我是无面通见。秋萍，你啥？秋萍，秋萍。秋萍，你醒了，秋萍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倾诉，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，要开等春天，忧愁百花满心。不要紧啦，无你先休困一下，等下通啊食饭啊，吼。啊，这敢是我来讲啊！歹势，我互你洗。哎呦，那要紧，啊，我著搓手是搓洗洗，那要紧。无啦，我拄则互咱洗一吼，天气啊烧热吼，啊洗衫裤凉啊，这我来咯。袂啦，我著洗就好啊，咱。哎呦，我这我来咯。啊，咱洗衫你还咧烧手你是？你休困啦。好啦，我来看布丁仔一个，你家己的洗好就好啊，这我等下出来洗。这我洗就好啊，你。哎呦，哇，烧了吼，我这凉真凉。凉啊凉，实在是有够凉啊！哎呦，这叫做吼，蒙啦兼洗裤啦，哈哈，真厉害！哟，大哥呀，看袂出来你还要洗衫啊？啊，洗衫就简单啦。哎呦，你莫洗啦，藏的啦，我洗就好啦。透要紧，啊，谁洗拢嘛同款，啊，我洗嘛真清气啊，对无？对啦，你洗真清气啦。啊，来，我加钟哦，一罐请你啦。哎呦，加钟哦，你报一个。哇，这真好。嘿啦，啊这哦，要甲阮布丁仔哦补的啦。布丁仔哦，安尼摕互恁啦，我遐大箍唔免补啊啦。无喏，等你哦，这时哦，安尼四界去找阮大舅啊啦。啊，转来哦，就甲我斗洗衫做工课啦。安尼哦，你身体免啊牵袂去。来，大哥诶，嘴开，乖，柠檬丸。哎呦，啊
哥啊，多谢哦。咱嘛好啊，一罐鸡精尔尔，你就安尼甲我洗多少？你替我哦，伫咧洗内裤哦，我应该甲你洗多少才对。我哪有甲你洗内裤？我甲你洗我家己内裤啊。你哦，哪会遐尔啊细字啦？啊，你明明哦都伫咧洗我的内裤，你还讲无？哎呦，那个冰淇淋，你在上个呀？我会啦。你会哦？哎呦，太高贵哟！你靠背哦，迄是你家己要甲我洗呢，是不是太高贵？是啥物甲你洗？爱洗你家己洗啦。哦，讲到你这领内裤，嚯，你看卖，哦，有够大领啦，会当互囡仔哦做网搭啦。啊，你靠腰啊！啊，那你的内裤哦比我较大领的啦。你的内裤哦，摕摕来去哦，迄庙口哦，你搬地领啦。讲到你迄个母奶食，会当互囡仔哦一边滴过来啊，啊一边做校卡啦。好你啦！喂，哎，等下要食，哎，我你应该靠对嘞，菜买转来哦，阿哥啊，阿哥，哎呦，啊，他是风太拍过来哦，哎呦，那。你拢别搞对来，你若对来哦，我绝对哦要你好坏啊，不要侵犯买呀你啦。阿哥啊，你是安怎？我甲你交代哦，煮饭哦，煮咱三个人食就好啊。大块哦，别来效果拄。是搁什么代志了？你生气啦？哎呦，伊甲我惊体安怎呢？讲我的内裤哦，中我互囡仔做网大的啦，我的母仔只哦，中我做校卡仔的啦。哎呦，讲你搁伫遐笑啦？无啦，我毋是咧笑啦，我是咧讲吼，即个公园啊，安尼无大无细，等下若转来的时阵吼，我一定要骂两句互你听啦，吼。啊，等下即摆人呢？去我甲拍走去啊！啊，走去啊！哦。亲像是无意义的闲话，唔通来恶淡我的生活，我的一切该问的其实你拢问过。关于爱情，甲人讨论只是假假，两字缘分啊，是最后的我的解释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竟赐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得到的也已经真多，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。冷冷的风吹来，我的心痛乱乱飞。一声再会吧，已经无缘做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得到的也已经真多，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。冷冷的风吹来，我的心痛乱乱飞。一声再会吧，已经无缘做。伤多，心酸像雨水已经落地。既然是我家己的生活，请你相信该想的其实我拢想过。关于爱情，感谢过去你的奉陪，一句真心话，谢天。